Hello，大家好，我係 P18嘅 Miranda，歡迎大家嚟到 P18嘅醫學專訪。我今日咧好榮幸咧邀請到咧腫瘤科林嘉安醫生咧上嚟接受我嘅訪問。林醫生咧喺胃癌嘅治療上面咧經驗咧非常豐富喎，所以希望今日咧有機會訪問佢咧，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下關於胃癌嘅早期病徵啦，有冇最新嘅治療方案啦，同埋咧究竟幾時咧揾腫瘤科醫生咧係最適合。咁希望咧透過今日嘅訪問，大家咧都可以咧解開心中嘅疑團。醫生啊，咁如果咧病人咧頭先做晒以上嘅檢查之後確診咧，咁通常咧大家都會問咧，究竟幾時去見腫瘤科醫生咧？嗱，Miranda 好多人都會咁樣問嘅，即係幾時去見腫瘤科醫生？咁但係其實我哋個概念咧，就係話當你啲資料齊晒，我哋其實唔係淨係單單見一個學科嘅醫生，我哋有個概念就係話多學科嘅會診同多學科嘅討論。意思就係話啲資料齊晒之後，我哋腫瘤科啦，包括內科腫瘤科、臨床腫瘤科、外科醫生、病理科醫生，甚至影像科醫生咧，都會坐低討論。咁一般嚟講咧，我哋可以分為幾個治療方法嘅。譬如話已經走散咗嘅，我哋其實舒緩治療唔能夠根治嘅，就一個方法用啲系統性嘅治療。另一個方法就係話早期我哋目標係根治嘅話咧，就要睇下到底應該做手術先，定係可能個腫瘤其實都幾大啊，或者淋巴個風險高咧，我哋會做咗一啲系統性嘅治療，包括化療、標靶藥、免疫治療。咁然後過一段時間再去復檢，睇下嗰個腫瘤嘅反應，然後再做手術，即係如此類推。即係唔一定係一定要做手術先，反而就係睇下嗰個病人係適合做咩治療先，喺一個多學科嘅環境之中去進行。今日好多謝晒咧林嘉安醫生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關於咧胃癌嘅早期病徵啦，同埋一啲最新嘅治療方案。咁咧希望大家咧對胃癌咧都更加有深入嘅認識。大家記住咯，要有健康嘅生活啦，咁咧就可以咧避免咧有呢啲風險出現。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都歡迎咧可以喺以下留言啦，同埋 like and share 俾朋友。如果大家想更加留意咧我哋嘅健康資訊咧，記得 follow 我哋 P18嘅醫學專訪頻道啦。下次再見，拜拜。拜拜。